早上8點23分，嚟呢個馬來西亞拉郎江試下釣呢個河魚。聽當地啲釣友講都冇乜魚釣嘅，以為馬來西亞多咩？其實就唔係嘅。好似有喎，睇下先。拉緊。唔係，冇中。淡水啊，所以佢哋係掛呢啲嘅三鈎，掛呢啲自製嘅嚟。好似打中一口，睇有冇先。5分鐘，應該擺落去5分鐘。又係打唔中，再嚟個。釣魚又好容易認識啲釣友嘅，嚟到裝備唔齊，意氣唔齊，我當地朋友啲釣，好容易交到朋友，但係唔小心好容易得罪朋友。所以小心處事。今日水冇咁深，落去。啱啱到未？有冇時間？掛上個鈴鐺先。